来人，有刺客！那边。小李，你先走，这里有我。快走，按计划行事。嗯，你跟我走。哎，别扯乱我的头发！哎呀，疼疼疼！是口中刺。听口音是会稽人，王朗军还是孙监军？孙监军，黄盖。好，华兄早就下领教了。黄盖正有此意。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疼疼疼疼疼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！再过来，别杀了你们大人！停！大人为重。疼！你还真是我的护身符。